秋这段时间，皮蚵蚵嘛大出，一粒青底又搁大粒的蚵仔，经过买蚵仔的人特别见过了，唔免煮就当直接青食。青底的口味，互人蚵落甲会得志。不过因为今年气候的关系较热，蚵仔成长的速度嘛较慢，规个产量和旧年比起来变较少，引起到有壳的蚵仔即嘛计销一斤65块。想要伫咧中秋节烘肉的人，安尼就爱加价一丝仔钱。这位姊啊，莫干那顾咧食，紧互全世界拢知影你食过上好食的蚵仔伫倒位。真的太好吃了，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鹅啊！超级大粒的蚵仔食落去，青佮甜的好滋味，互民众笑甲嘴啊里塞塞。当着时的平蚵的蚵仔，真正互人蚵落甲会得志。不过骹手收慢的人可能就食袂到啊，因为今年平蚵的蚵仔受到气温的影响，产量甲过去比起来减真多。往年到这个时候，蚵仔已经算说品质不错，然后大小也比较大一点。今年到现在都还很小。因为天气暑热，蚵仔咧大的速度变慢，所以产量才会比旧年较少。不过为着一年产值有9亿个水产，饲蚵仔的总动员，伫平湖就有96公顷的海域用来饲蚵仔。但年的秋天配合民众中秋节小烘肉，业绩拢加3成到4成。饲蚵仔嘛拢趁这个时阵拼出货，要好好赚一条啊。澎湖的海水环境啊，因为没有污染，同时它的盐度是比台湾的平均盐度大概高2度。平湖的蚵仔会遮尔有名，就是因为平湖的海水的咸度比普通的海水加2度，加上水质无污染，所以才会当甲蚵仔饲甲水阁好食。虽然今年的蚵仔产量较少，不过大壳的蚵仔一斤也是共款，差不多65块。民众想要伫中秋节食到蚵仔，骹手就爱较紧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